咁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比較少香港聽眾聽過嘅新聞。咁就係最近呢，台灣民間就自發組織咗嗱，呢個民間呢要打一個引號嘅，我之後會講點解。咁佢自發組織咗一個叫做即係近年嘅史上最大規模嘅一個叫民間兵棋推演。咁個兵棋推演就係咩呢？就係探討呢個嘅台海啊，萬一啟動戰端，即係可能有戰爭會發生嘅時候，會出現一個咩嘅狀況呢？政府、軍方同埋民間應該要點樣樣去處置呢？咁今日我哋會一齊係睇睇呢一個嘅演習，或者叫兵棋推演，然之後咧再去睇一睇嗰個嘅即係入面講嘅嘢，有冇啲值得我哋去留意同埋參考嘅地方。好，咁首先同大家簡介一下呢個新聞係咩啦？呢、一個新聞呢，就係即係講翻嗰個嘅主辦單位啦，就係、是、呢個台北政經學院和平與安全中心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舉辦咗一個史上規模最大嘅民間台海防衛兵推。咁啊，參與者咧有美國、日本以及中華民國國軍嘅退將係參與嘅，以及仲有一啲叫政治人物啦，即係前政治人物都有參與喺度。不過咧，個參與嘅形式咧就唔係真係落場去出謀劃策，純粹做一個顧問嘅角色啫。咁可能有啲就係負責出題目啊，有啲就係負責即係幫手評判嗰啲嘅答案係咪一個叫良好嘅答案咁樣樣。咁個主題就係聚焦共軍攻台嘅模式與三方反應啊。咁呢一個嘅即係演習嗰個嘅名啊，就叫做台海防衛 TTX 2030兵推。咁顧名思義，即係佢講緊可能喺2030年最有可能發生嘅事啦。咁啊，即係頭先大家見到嘅即係講緊嘅呢個新聞簡介都知道，呢一個嘅兵推咧，唔單止係歷來參與嘅層級最高啦，而且亦都係規模，佢哋宣稱係最完整嘅三邊戰略演練啊。希望能夠反映出台灣面對區域挑戰嘅時候，我哋到底軍隊嘅戰力有冇啲乜嘢嘅弱點呢？以及未來戰略規劃方向係點樣樣？咁我相信呢一個即係政府其實都係密切留意住佢哋即係討論出嚟嘅結果。所以點解會話雖然係民間搞，但係呢一啲嘅民間活力咧，最後都係可以影響得到政府嘅作為嘅。咁首先我哋要先講講呢個嘅主辦單位，因為由主辦單位入面咧，我哋都可以睇得出少少呢一個兵推嘅端倪嘅。咁首先講緊咧，主辦單位就係呢個國立清華大學嘅台北政經學院，佢就算係近年啊一個比較新嘅台灣嘅學府，就係想做翻一個即係好似哈佛大學、甘迺迪即係政策嗰啲研究所咁樣樣嗰種嘅氛圍，就係用英文授課，然之後集中好多嘅國際學者，將成個學術水平推到好高。咁其中一個嘅主持人咧，就係即係民進黨政府時期嘅要員啦，亦都係民進黨嘅其中一個元老啦，黃鴻啊。咁啊，即係所以都算係叫做藍綠合作啦。咁而另外嗰兩個咧，你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兩個嘅機構名，但係其實咧係同一班人嚟嘅，就係呢個和平與安全中心以及中華兵棋協會。咁而呢一紮嘅即係組織嗰個嘅領軍人物咧，就係黃介正嘅。黃介正可能大家唔係好熟係邊個啦，但係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咧，都係佢教出嚟嘅徒子徒孫嚟嘅。咁啊，佢都算係即係叫做喺國內嘅戰略界入面咧，享負盛名一位教授人物。即係外傳係講緊，如果佢即係上年嘅政黨如果能夠順利輪替嘅話咧，佢就真係會成為呢一個嘅外交部長㗎啦，咁樣樣。咁所以佢就會比較係藍營少少嘅人物啦。咁所以大家見到今次即係都可以算係一個即係民間上面嘅藍綠合作。咁但係呢一方面咧，喺台灣嘅民間係相當之多嘅。而家最主要即係藍綠真心不和嘅係一啲嘅即係真係掌握緊權力嘅一班人啫。咁而喺國際邀請翻嚟嘅人方面啦，哇！你見到即係當然啦，國內我哋有前參謀總長，大家都相當熟悉嘅李喜明將軍啦。咁啊，即係最近啊呢一個嘅國造潛艇啊，終於出海海試啊，都算係佢其中一項即係功績嚟嘅。咁而
國際方面咧，有美國啊，有日本嘅研究機構啊，咁樣咁啊，而且佢哋揀選嘅人咧，都有相當嘅呢個軍事嘅背景啊。例如係我哋見到中間嗰個叫武居智久咧，佢其實就係日本防衛幕僚長嚟嘅，當然係前啦。咁而喺右手邊嗰個咧就係叫布萊爾，布萊爾就係呢一個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其實仲有一個咧。呢度圖係冇嘅，咁但係就更加之大粒，就係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阿木倫啊，即係你可以當佢就係美軍入面最大粒嗰個啦，即係美軍入面最大粒嗰個當然唔係國防部長啦，大家如果有少少認識都知道，即係國防部長純粹係文人一個嘅職位嚟嘅，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講起戰爭嘅層級入面咧，當然最高元帥就係呢個三軍司令，即係總統，但係下面咧。即係能夠提議總統做啲乜嘢嗰個咧，就係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啦。呢個木倫哇咁多粒粒皆星，你會覺得誒，好似呢一個嘅即係演習會唔會係有官方嘅首映入面咧？咁當然有官方嘅首映，但係咧我從中亦都發現到有一個嘅共通點，就係呢一啲嘅國際請翻嚟嘅人咧。都同一個基金好有關係嘅，就係日本嘅呢個晒川和平基金會好有關係。咁啊，晒川和平基金會咧，佢本身係一個 base 喺美國嘅基金會啦。就最重要嘅宗旨就係要加強美國同埋日本之間嘅聯繫同埋理解啦。而呢個晒川咧，其實係晒川財團咧，其實係一個前日本嘅即係右翼嘅一個航運大亨設立嘅。咁啊，即係當然戰後曾經一度被譽為係戰犯，咁但係咧，即係過咗冇耐就搖身一變成為咗呢個嘅即係叫做日本喺遠東反共嘅一個中堅力量咁樣樣。咁但係當然呢個基金會咧就係兩面通吃嘅，佢唔單止係即係會搞呢啲嘅活動，嘗試去喺國際上面。即係聯合呢啲所謂嘅民主力量嘅國家，而佢同中共咧都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嘅。例如喺好早期，即係中共同埋日本都仲未建立關係嘅時候咧，晒川咧就已經係喺即係中國大陸就搞咗個基金，就叫晒川日中友好基金會。咁大家可以去多多去了解佢嘅背景。咁所以咧，即係點解外界嘅媒體都話今次嘅演，即係呢個兵棋推演啊，參與嘅成員係粒粒皆星，就係咁解啦。咁啊，即係跟住落嚟，我哋講一講兵棋嘅推演嘅方式啦。今次兵棋推演嘅方式其實有幾款嘅。咁啊，即係如果大家以前好細個嘅時候玩過一款嘅戰略遊戲叫大戰略，或者日本出嘅，咁嗰種咧，即係真係一幅地圖，然之後有啲即係兵棋擺喺上面，咁嗰個最形象化嘅。咁但係咧，今次嗰個嘅兵棋推演方式咧就唔係，就叫做所謂嘅叫桌上推演方式。有啲類似就係玩大富翁嗰時抽到啲機會牌咁，即係有一個嘅 situation 講出嚟，但係個 situation 最後咧係附帶一個問題嘅，然之後呢個問題咧就要求就係話，喂，當時方即係要去回答翻嗰個嘅問題，咁回答得好唔好咧，就有一個叫管制組嘅。組員就去判斷嘅，咁啊所以今次嘅分組咧係因應住個情況就分咗幾組啦。第一個就係中共組，第二個係台灣組，第三個係美國組，第四個係日本組。咁而管制組就係負責去分配嗰啲 situation 嘅組啦。咁啊，即係講緊成件事咧，有啲似係問答遊戲比賽嗰個環節咁樣樣，就係嗱管制組先俾咗一個 situation，然之後睇下唔同嘅組別係點樣答，嗰個答案好唔好，然之後咧再睇埋嗰個即係四個答案嘅互動，然之後管制組就會判斷就係話，哦，我下一張拎出嚟嘅卡。嗰個情況係點樣樣？咁下面我就列咗呢一個嘅即係前國軍將領啦，就係今次台灣組嘅領軍人物，就係呢個前陸軍總司令胡振虎將軍啊。咁啊，即係佢就係負責呢一個。咁但係中共組當然就冇大陸嘅人出席啦。咁啊，最主要都係揾翻呢一個即係國軍入面啊一啲情報嘅機關。對佢哋係對於中共係最熟啊嘛，咁就揾佢哋嚟做呢一個嘅領軍人物咁樣樣。咁而呢一個嘅今次嘅桌上推演咧，係分為四個階段設計啦。第一個階段就係威脅啦，第二個階段就係脅迫啦。嗱，威脅同脅迫有啲咩本質上嘅差異咧？最主要威脅咧就係打嘴炮、民工。咁第二階段脅迫就係武嚇，第三階段就係懲罰。
其實懲罰嗰個情況咧，已經係有啲超越咗目前即係共產黨所做嗰啲咩環台軍演啊，即係環台巡航啊咁樣嘅情況噶啦。而第四階段咧就係進犯，就係完完全全嘅武力展現啦。咁而第一階段咧就係由呢個嘅管制組先做一個嘅情景設計啦，咁然之後參與各組嘅將領就會做翻一啲即時嘅應對嘅。咁但係喺呢個第一階段，即係每一個階段入面咧，除咗即係中共組同埋中華民國嘅國軍嗰個台灣組之後咧，佢哋係會先俾咗個答案先嘅，然之後咧日本同埋美國咧再睇下佢哋兩個互動咧，就去模擬翻本國政府同埋軍方喺突發情景之下嘅反應嘅。咁其中一個值得注意嘅咧，亦都係佢個名啦，就係點解叫2030咧？我哋成日都聽人講就話，喂，共軍喺2027年就已經做好咗呢個入侵台灣嘅準備噶咯喎，咁樣。咁啊，雖然即係主辦單位都有解釋嘅，就話儘管呢個嘅演習個名叫2030，但係實際模擬嘅情況係更加接近2025到2027年嘅時間框架嘅。咁但係因為美國即係近呢幾年大家都知啦，即係問佢買親武器。佢哋嘅武器都係相對上即係比較延遲嘅拖延去俾我哋嘅，咁所以咧變咗可能真係要去到2030年嘅時候咧，呢一啲嘅軍售咧先至能夠到達，咁包括呢一個無人機系統啊，包括呢啲遠程投射嘅火力啊，以及一啲海陸空反封鎖嘅戰力咁樣樣，咁所以咧為咗叫做即係能夠以一個更加全面嘅狀態咁去檢視，咁所以就係不如我哋就暫時 set 個時間點就喺2030年啦。咁啊睇下即係話，喂，當所有嘢嘅武器裝備都到齊嘅時候，咁台灣冇得賴啦，係咪？咁啊，如果喺呢個時候即係中華民國嘅反應啊，依然係未達理想嘅話，咁就真係要翻屋企好好檢討一下啦。咁啊，兵棋推演嘅第一個階段咧，就係設定緊即係中共內部爆發嚴重嘅政治經濟危機啊，咁啊，即係有呢啲城市嘅群眾就走上街頭啊，搗亂啊，然之後高呼呢個共產黨落台打倒習近平呢啲口號，而同時之間咧，中華民國同美國、日本呢啲嘅即係民主友邦咧，就嗰個價值來往亦都繼續深化，咁啊，而且出現咗一啲叫做現役嘅軍人就去到台灣啊，即係唔係講緊而家幫手訓練嗰啲喎，即係作戰部隊，而係講緊將軍級嘅人物啊，甚至乎係呢個參謀會議聯席會議主席走嚟訪問，走去台灣訪問啊，又或者係一啲嘅部長啊，互相往來啊咁樣樣。咁就令到即係中共認為佢哋嘅統戰無效之後咧，就要展現呢個武統嘅決心啦。咁喺演習入面咧，中共組咧係即係被要求啊，係要採取一個全面嘅攻勢。咁但係咧嗰個攻勢咧就係按翻頭先我哋所講嘅4個階段咁樣樣。咁我哋嚟睇睇啦，呢一個咧就係我所做嘅一個比較簡略嘅地圖。咁咧紅色嘅箭嘴咧就係喺嗰個演習入面啊，共軍嘅動向。咁我哋見到啦，其中最下面嗰條紅色箭嘴就係由廣東出發，就南下去東沙。咁然之後咧，一個直指台灣北部嘅咧就係由浙江嗰邊出發嘅。然之後仲有一個嘅即係分隊咧，就係由東面海面嗰度已經部署咗，然之後就向東威脅咁樣樣。咁啊，攻擊嘅模式咧係慢慢升溫嘅。首先就係呢個嘅海上檢查，最後跟住就奪取外島，咁然之後最後咧就即係侵犯呢個嘅澎湖同埋台灣東部。咁呢個設計目的就係測試唔同壓力下面啊，我國軍隊嘅反應同埋嗰個應變。咁大家可能會心水清嘅，突然間會睇到個問題啦。點解今次演習嘅狀況唔係由最短距離嗰度出發嘅？諗下廣東出發，由呢個唔知邊度嘅海軍基地出發，即係相信最大可能都係海南嗰度出發啦，因為呢個喺東面海面嘅一定航空母艦編隊嚟㗎啦。咁然之後又有由浙江出發，點解唔喺福建度出發係最近呢？對此咧，呢一個嘅主辦單位都有講嘅，其實就係因為近年啊，呢一個嘅喺馬祖同埋金門一啲叫遠程火力嘅提升咧，其實某程度上係牽制咗福建方面嘅共軍嘅。而且即係福建亦都係離台灣本島係最近啦。如果喺福建嗰度集結部隊，然之後運輸出發咧，
相對上嚟講，國軍係容易發現，而且係容易火力去壓制佢哋嘅。咁所以咧，佢哋覺得咧，共軍即係出發嘅點咧，主力部隊就唔會係喺呢一個嘅。即係福建嗰度啦。咁我哋先講講第一階段咧，就係呢一個嘅宣佈即係可能有呢個嘅環台軍演啦。然之後咧就下第一個命令就話要檢查往來嘅船隻嗱。而呢度咧嗰個嘅管制組嗰個嘅考慮咧，亦都係做得好周到嘅。即係佢就代表中共就話宣佈咧，只係檢查前往台灣嘅貨運船隻啫，就唔去檢查其他國家嘅船隻嘅。第二，淨係檢查海上嘅船隻，就唔做空中封鎖，空中繼續係可以自由流動嘅，即係話飛機係可以降落喺機場嘅咁樣。咁而喺即係南海嗰方面就截住佢啦。然之後第二步情勢升溫嘅時候咧，就係由呢一個嘅即係福建嗰邊嘅軍隊就圍困住金門馬祖，就以金門馬就但係就唔登陸、唔打，就希望以呢個馬祖金門嘅部隊係作為呢一個嘅人質籌碼咁樣樣。咁然之後咧，就派出3支嘅航母打擊群進入咗呢個沖繩以東啦、呂宋島以東同埋南海海域，就威脅第一島鏈。然之後再發動呢個嘅電磁壓制及網絡攻擊，去癱瘓台灣部分嘅電網同埋通訊基礎設施。並且係模擬向夏威夷外海咧發射咗東風41型嘅模擬彈頭，試圖去制約美軍參戰嘅意志。咁再下一步落嚟咧，就係共軍咧就由呢個嘅東部啦登陸台灣啦，就係我哋見到喺東海嘅呢一個戰隊啦，亦即係呢個航母戰鬥群編隊啦。咁當然亦都會包含咗呢個兩棲登陸嘅力量啦。咁啊嘗試避實擊虛啊，由呢個嘅宜蘭、花蓮、台東一帶就發起兩棲突襲，佔領。同時之間咧喺浙江出沒嘅部隊咧，亦都南下。就係嘗試去奪取一啲嘅外島，例如係叫綠島啊、蘭嶼啊、七美啊、望安啊呢啲咁樣嘅離島。咁當然話香港人可能好少聽啦，又或者去即係澎湖有玩呢個浮潛嘅朋友，可能會大概都聽過呢啲離島係叫咩名。咁但係呢啲離島咧，其實全部都有個共同嘅特徵，就係佢哋全部都有機場嘅。咁即係可以話透過空降同埋補給。即係就進行呢個三棲登陸啦，然之後就部署喺呢啲離島咧，共軍就會部署大量嘅火力，就嘗試去壓制台灣本島嘅火力啦。咁澎湖亦都喺短時間之內失守。咁今次嘅呢一個想定咧，其實係顛覆咗國軍一路以嚟喺漢光演習入面做嘅一啲嘅預設同埋防禦主軸嘅。而台灣組入面嘅前國軍嘅退役嘅將領咧，正正亦都係以前佢哋玩呢個漢光演習時候咧，佢哋就係嗰一啲嘅政策嘅設定人嚟嘅。咁所以即係今次咧，可想而知就叫做希望就係話，喂，中共組用一個比較創新嘅方法，就去嘗試去打亂國軍一路以嚟都有嘅固有思維。咁希望睇下佢哋點樣應變啦。咁啊，呢一場嘅演習咧就發現咗，當然發現咗一啲國軍多方面嘅問題啦。首先就係戰力配置失衡啦。過去其實咧，即係台灣嘅東部咧都會被視為係後花園。雖然就係話，喂，大陸已經有呢一個嘅航空母艦編隊咯，咁樣即係隨時可以威脅到東部啊。其實東部而家都已經係變成一個嘅前線，而環台軍演咧，目前啊喺今時今刻啊。即係共軍亦都係有軍艦係喺花蓮啊，同埋台東外海啊係游弋嘅，就監視住國軍嘅軍港。咁但係咧，始終咧國軍都認為咧，如果要登陸作戰咧，花蓮啊，即係呢一個台東同埋宜蘭呢啲嘅地形咧，其實係唔適合部隊展開嘅，而好容易就會俾國軍困喺嗰條叫花東縱谷啊、宜蘭平原啊上面。咁所以咧，佢哋覺得即係話。既然同埋而家世界大趨勢就係呢個嘅外科手術式嘅戰爭啊嘛，而共軍處處都係以美軍作為一個作師傅學習嘅對象嘅時候，咁美軍其實係即係用開呢一啲斬首式嘅外科手術軍事行動咁成功嘅時候咧，相信共軍咧直接都係唔會嘥時間打東岸噶啦，就係直接登陸呢一個嘅台北盆地，然之後就直取首都咁樣樣。
咁但係今次咧就發現咗，喂，如果共軍真係出其不意喺東部登陸嘅話咧，花東一帶嘅防衛係相對薄弱喎，能夠令到共軍係可以做一個戰術嘅顛覆，避開正面對抗，而由背後去突擊咁樣樣。咁國軍喺呢方面嘅準備咧，其實係都有喺漢光入面演習過嘅，就係演習點樣樣去炸毀呢個雪山隧道啦，等共軍冇辦法由宜蘭北上去到台北咁樣樣。咁至於但係話，如果共軍係即係登陸咗一啲嘅離島，例如東沙島啊、澎湖啊咁樣樣，國軍嗰方面咧就冇辦法去做一個嘅增援啦，就只能夠靠佢哋亦都承認就話島上面嘅官兵咧就係要即係自求多福啦，即係自求呢個更生啊，即係作戰到底，咁睇下可唔可以死裏求生啦。咁啊，第二咧就係嗰個人力唔夠，就算有去到2030年先開戰嘅話，就算有足夠嘅飛彈、無人機同埋呢啲嘅即係各種各樣嘅作戰系統，兵推都發現咗咧，就係即係國軍係唔夠人力去操作嘅，甚至乎就算而家有即係恢復翻呢個嘅徵兵制啦，但係嗰啲嘅士兵咧都係唔夠呢一個嘅實力去操作一啲比較即係需要多啲時間培訓得翻嚟嘅系統，例如係呢一個嘅飛彈啊，以及係呢個嘅電子作戰系統。咁冇人嘅時候，咁你有冇空有武器，亦都冇辦法即係去發揮嗰個戰力。而兵推亦都突顯咗認知戰同埋輿論戰嘅影響力喎。咁啊，其中一個想定咧，就係咧中共嘅軍艦咧，就混入咗一啲嘅漁船群入面，就逼近去到12海里。咁咧就於是乎咧喺台灣組嘅內部咧就引發咗個爭議，就係開唔開第一槍啦咁樣樣。咁啊，去到即係當然啦，呢一個問題同埋呢即係台灣組嘅組員嗰個答案咧，後來就流出咗喺媒體嗰度。所以媒體對於今次呢個演習報導咧，全部都係講緊，喂，國軍唔開第一槍，即係你講緊就係話。我哋成日都講12海里就係呢一個嘅國軍嘅紅線啊嘛，如果即係共軍嘅軍艦入侵咗嘅話，就一定會作一個自我嘅防衛咁樣。咁但係今次竟然無意入侵東沙之後，同埋呢一個嘅台灣半島12海里嘅時候，竟然即係台灣組嘅組員係選擇咗監控啊同埋驅離啊，而非主動開火。咁但係就問題嚟啦。即係好多嘅網絡嘅輿論就係講緊，哇梗係啦，今次呢個嘅演習組織嗰個李喜明我哋又見到有國民黨嘅江宜樺喺度呢一個就係一個投降嘅軍演咁樣樣，即係預先開路引定呢個嘅解放軍入城咁樣樣，即係嗱呢啲即係咁偏頗嘅言論，我就今日都不值去回應，我淨係想講一樣嘢啫，胡振虎。台灣組嘅即係其呢一個嘅領軍人物胡振虎將軍其實喺綠營入面係非常之吃得開嘅，佢同綠營嘅人關係非常之好，甚至佢係接受過陳水扁嘅訪問嘅。咁係咪言下之意即係話其實藍綠都係通共咧？咁即係咁呢啲就留翻俾我相信喺度嘅讀者聽眾都係相對上智慧比較高你哋自己判斷一下網絡上嗰啲咁嘅流言蜚語係咪值得要去回答啦？咁係咪即係美軍派嚟兩個司令級嘅人物都係諗住即係幫手搞呢一個嘅解放軍入城嘅演習咧？咁大家自己諗啦。咁一去到其實即係講翻正題啦，演習開始嘅階段咧，好明顯即係台灣組嘅成員回答係即係令到管制組係唔滿意啦，甚至乎係講即係講咗即係有媒體就話，喂，當時管制組講一句就話叫台灣組嘅組員唔該翻屋企好好諗下喎，點樣回答？就所以咧，佢係其實係交咗兩次嘅答案嘅。咁但係咧，最後台灣組嘅組員咧喺即係嗰啲嘅選擇項目上面咧，都係覺得係寧願要監控同埋驅離，而唔係主動開火。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共產黨夠膽入到12海里，佢一定有充分嘅準備。而國軍喺呢個時候咧，佢要做嘅咧就係爭取國際嘅輿論係相比起呢一個嘅真係武力驅逐呢啲共軍嘅戰艦咧，係更加之優先。如果係驅離嘅時候，
擦槍走火嘅話咧，反而可能係會，雖然即係中共會借此發爛渣啦，即係好似呢一個唐伯虎點秋香入面啊，阿寧王發爛渣咁樣樣，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中華民國係會爭取到更加多國際嘅同情同埋援助嘅。咁而美國組咧喺呢一度咧，就同埋日本組咧就要諗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喂，日本同美國咩時候要幫忙咧？咁啊，喺 PowerPoint 度就好簡單就講啦，就係喺兵推入面咧，其實美國同日本咧，即係兩地嘅官員或者叫前將軍啊，都係好發現佢哋係好按自己國家利益去行事嘅。實質上，即係同中華民國係冇結成到一個軍事嘅同盟嘅，甚至乎前印太司令啊，布萊爾上將強調啊，任何戰時嘅行動都要視乎情勢，同其實佢仲要講就係話視乎呢個美國嗰個嘅即係國內嘅態度，係唔保證出兵嘅。咁但係喺頭先我哋講咗嗰個叫做即係海上檢查、封鎖啊，甚至乎係奪取外島嘅地方咧。布萊爾上將就講就話，佢喺呢個演習入面係睇到國軍嘅實力咧係有能力支持幾個月以上嘅，而佢支持幾個月以上嘅時候咧，係會帶俾中共一個非常之大嘅內部壓力。呢個內部壓力咧，佢相信係比俄羅斯而家目前面臨嘅內部壓力係更加之大。咁當然即係媒體冇講佢點解啦。咁我呢一個亦都會喺我自己秋唐民國粵語 channel 嗰度咧，再同大家分析。佢呢個布萊爾上將講嘅説話啱唔啱嘅？咁但係喺即係行動上面，佢哋點做咧？美國組咧其實要去到演習嘅第三個階段，即係已經開始咗軍事階段啦。共產黨真係動刀槍啦，先至開始介入，就係進行呢個嘅聯合護航同埋海上通道嘅開闢。最主要嘅情況就係你共軍係乜嘢嘅？只要係台灣目的地嘅船隻，你都去檢查啊嘛。咁於是乎，我就派軍艦去護航，特別係呢一個嘅美國註冊嘅船隻，所以我亦都諗得到點解特朗普喺上任之後咁想要復興翻美國嘅製造船嘅工業，以及係喂成日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美國嘅商船啊唔掛美國旗掛晒外國旗嘅咧？因為喺呢個時候咧，即係當中共咁有針對性嘅時候咧，反而係如果呢隻商船係掛美國旗嘅話，佢就有可能係即係能夠得到美軍充分嘅保護啦。因為今次呢個情況唔係講緊索馬里嗰啲海盜啊嘛，嗰啲叫人神共憤，即係叫做 universal 嘅 enemies 啊。咁啊，所以即係美軍就當然咩商船都可以保護啦。但係喺呢個台海嘅特別情況之下咧，其實最好都係啲商船係掛美國嘅國旗。咁美國咧就有一個所謂嘅司法管轄，就可以去做呢個反制行動啦。佢而且亦都係模擬咗就話，假如即係中共扣押商船嘅時候有啲咩嘅反制行動啊咁樣樣。而布萊爾上將亦都講就係話，喂，如果共軍係正式發動軍事行動嘅時候咧，美國可能就要考慮承認中華民國嘅主權啦，因為承認咗中華民國嘅主權咧，就可以就話，喂，咁既然我承認係你係合法政府，咁就有一個出兵嘅法理依據啦。但係呢，佢亦都寫講一個但書就係呢一個決策咧係高度依賴國際觀感以及美國人，即係美國政治高層自身嘅政治考量嘅。咁當然亦都包括咗中華民國人民嘅抵抗意志。至於日本方面啦，最大嘅問題咧，今次佢哋發現咗就係佢哋嘅和平憲法啦，限制咗，而且咧中華民國同日本係冇正式嘅邦交，難以直接軍事參與，最多係提供兩樣支援嘅，第一就係情報支援，第二就係後勤支援。而日本組亦都強調咗佢喺即係台海如果出現戰事嘅時候咧，佢哋係有好大嘅掣肘，而且亦都為免即係誤判啊，即係亦都唔希望日本係直接捲入戰火入面嘅。咁所以即係基本上佢哋都係從旁輔助呢一個嘅美軍嘅角色。咁但係咧有一點我想留一個伏筆喺度嘅，就係喺我自己 channel 再講，就係日本喺佢自己做決定嘅時候咧，現場睇到佢同美軍咧當然有充分嘅溝通，但係佢哋好少會事事係嗰個溝通嘅時候咧，佢哋好少會經
請求呢個美軍嘅同意。佢當然佢哋係會有一條好清晰嘅界線，就係話誒，只要共軍係過咗即係日本能夠忍受呢條界線，憲法嗰條界線，佢就會行使佢嘅自衛嘅權力咁樣樣。咁呢一度咧，我哋等陣會喺即係自己 channel 分析嘅時候咧，會講下同中華民國軍方係有啲乜嘢嘅差別咁樣樣啦。咁啊，當然啦，亦都係即係我哋都要講下就係話喺今次嘅演習入面咧，即係我哋講到哇，即係台灣嘅情景好似好慘喎，即係四面楚歌咁喎。咁但係亦都唔係毫無優勢嘅。第一就係目前咧，其實中華民國國軍已經有持續嘅國際支持同埋聯合嘅訓練。其實係令到即係整個國軍嘅戰力咧，近呢幾年係有質量嘅提升嘅，係可以實質提升呢個嘅阻嚇力嘅。第二就係相對上中華民國國軍嘅資訊作戰體系係比較完備。咁大家都知啦，即係最近中共啊就點上咗幾十個嘅所謂中華民國嘅呢啲即係電戰嘅部隊咁。就話佢哋係呢個嘅台獨分裂勢力，咁啊指控佢哋，即係亦都證明，即係共產黨唔當你係一回事嘅話，又何必會搞呢啲嘢咧？係咪先？偷偷地喺你過關嗰時笠咗你咪算咯。咁所以即係呢度亦都睇到就係話國軍嘅戰力其實係即係相對上係高嘅，咁啊即係導致到共產黨都要將佢當一回事咁樣樣。而第三咧就係地形嘅優勢同埋作戰空間非常之有限啊，令到共軍其實係難以發揮嗰個嘅數量上面嘅優勢。根據佢哋去到即係演習後期咧，如果共軍係即係登陸，冇講登陸東部，登陸完東部之後咧，雪山隧道封鎖咗咧，其實共軍個作為都唔係好大。而進入西部嘅海岸之後咧，更加會係即係共軍係會被淹沒喺嗰啲嘅城鎮作戰入面，令到佢而城鎮作戰咧，亦都係令到火力咧係相對上難以去即係延伸嘅。咁當然即係管制組亦都提醒咗，就話國軍喺無人武器方面，即係例如無人機啊呢啲咁樣樣嗰個嘅作戰運用程度咧，係暫時未發揮到城鎮戰場最大嘅特色嘅。咁第四就係我啱啱所講啦，共軍點解唔夠膽喺福建直接就調兵去打台灣呢？就係因為嗰個台灣本島嘅火力延伸咧，已經可以打擊到150公里以外啊！係即係如果你喺福建集結，就直頭就喺福建就將你消滅咗啦，咁啊可以削弱到一個渡海嘅能力。咁另外咧，即係管制組都建議啦，就係話如果要強化戰力保存嘅思維嘅時候咧，可能真係有一啲國際參與喎，例如會唔會事先同菲律賓又或者日本傾好咗，萬一係即係共軍開始實行呢個封鎖階段嘅時候咧，將一部分嘅軍艦咧就撤退去到菲律賓同埋沖繩，等待反封鎖作戰嘅時候咧，聯合美軍一齊再由呢兩個基地嗰度出擊。咁呢啲咧，以上就係整個即係兵棋推演大致上面嘅內容啦。咁中央政府當然即係對於呢個內容亦都有回應啦。即係最重要當然就係賴清德總統啦，佢就講啦，軍人係保衛國家嘅存在啊，各位嘅付出同埋貢獻咧都係令人敬佩嘅。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佢話漢光41號嘅演習將至啦，其面呢就係透過最嚴苛、最接近實戰嘅場景嚟驗證防衛構想有幾可行，用實力去達到真正嘅和平。咁但係亦都有啲民間嘅聲音咧，認為咧呢個兵棋推演咧係有啲離地嘅。例如舉一個例子啦，就係有一啲網上嘅言論就話：喂，你佔據澎湖嗰啲嘅島仔，嗰啲島仔最大都係得個十幾平方公里。雖然話有機場你個空降，但係你空降完之後，你點樣擺一啲嘅火力係去即係將佢去投射去壓制台灣本島嘅火力咧？萬一即係中華民國國軍係做一啲嘅反擊，你得個十幾平方公里嘅島仔，我集中火力就可以將你登陸上去嘅火炮全部消滅喎。咁呢一個咧，主辦單位即係當然因為係民間嘅一啲嘅聲音，所以主辦單位係冇回覆到嘅。咁我哋可能以後有機會都會去講翻有幾大可行性啦。咁啊，另一個嘅批評咧就話：喂，今次咧冇政治人物參加啊，見到即係江宜樺、黃榮川啊呢啲香港人可能唔係好熟悉啦，但係其實佢哋國內咧係一個都幾響當當嘅藍綠政治人物嚟嘅。
但係佢哋咧純粹係作為顧問出現啫，即係可能幫手寫下啲題目啊，幫手判斷一下嗰啲嘅答案啱唔啱啊。真係落場打嘅好多時就係一啲國軍以前嘅將領咁樣樣。咁呢啲嘅將領其實喂佢喺軍隊入面嚟得耐啫喎，但係佢對於政治高層嘅嗰種嘅諗法，佢哋唔係好熟練喎，以致佢哋有啲時候佢哋係答唔出問題啦。又或者係佢哋嘅問題管制組都覺得佢哋回答係非令人唔滿意啊，要從頭再做啊咁樣樣。咁但係咧，相比起即係其他日韓、美日韓呢啲國家，其實佢哋嘅將軍好多退役之後咧，係會去到係會有各種各樣同佢以前職業有關嘅職務嘅，例如可能有啲走去賣軍火啊，即係布萊爾上將自己都賣過軍火啦，賣到直頭俾參議院警告佢添啦，就話喂，你真係即係有利益衝突喎咁樣樣。咁而呢一個嘅即係武居自九呢個將軍，亦都係退役咗之後加入咗呢個晒川嘅智庫啊咁樣樣。咁呢啲佢哋係好多時候咧，佢哋除咗會接觸軍事之外咧，亦都會接觸政治啊同埋經濟嗰範。咁所以即係呢啲外國嘅洋將軍啊，相對上嚟講，佢哋個眼界咧係比較開闊嘅。即係講得難聽啲，我識得有啲國軍嘅去到即係教級啊，甚至乎係少將級嘅前輩退役之後去做咗咩咧？去咗保安公司高層，去做咗運輸公司嘅老總。咁呢個即係咪叫做將佢以前半生學嘅嘢完全浪費咯？純粹就叫做官大學問大，退役咗之後咧揾個肥缺，咁就即係安享晚年啦咁樣樣。咁即係你都好明顯見到就係呢一個即係中外軍隊嘅呢個學術上面嘅差異啊咁樣樣。咁啊，第三亦都有人批評就話：喂，會點解呢一啲嘅即係將領啊，全部都係退役將領，唔揾啲現役嘅咧？即係叫現役當打啊嘛，佢哋先係真正萬一有事嘅時候先係落場打嗰啲人嚟噶嘛。嗱，會唔會即係話呢一班人咧，純粹喺度自嗨啫？白頭宮女話當年咁樣樣，其實又唔係嘅。首先第一，即係雖然我哋頭先睇到呢一啲退役將領嘅背景，其實有好多都仲係活躍喺正經軍事界嘅，佢哋唔係即係話一退役就完全同社會絕緣咗，就去咗養老院咁樣樣。咁所以佢第二咧就係佢哋本身自己有官方嘅身份，雖然話係退咗役、退咗休，但係咧好多時喺即係礙於目前嘅政治國際外交形勢下面咧，佢哋嘅一啲嘅意見咧，係會受到本國政府嘅重視。例如好簡單講一句，你美國在台協會 AIT 目前嚟講都仲係好多嘅高官係喺美國國務院退咗休之後先至派過去，又或者辦理呢一個嘅即係叫離職手續先至去 AIT 度任職。咁你冇可能話 AIT 嗰啲全部都係白頭宮女嚟㗎嘛？咁你走嚟做咩外交咧？係咪？咁即係所以即係講呢啲批評嘅人，可能就有少少唔係好理解呢一個嘅現實啦。甚至乎講緊呢個中華戰略學會啊，同兵棋推演學會啊，同埋今次呢一個台北政經學院咧，亦都我可以夠膽講話係政府委派俾佢哋嗰個任務。佢哋只不過用緊佢哋自己嘅即係 title 去做一個幌子，但係實質上係幫政府牽線。因為講緊咧，我係即係有收到一啲嘅即係媒體講啦，佢就話其實呢一班嘅將軍咧，去到呢個演習完咗之後咧，係有同政府高層會面嘅，但係只不過就即係嗰啲學術單位都話哦，咁嗰個係政府叫到我哋負責幫手聯絡安排時間啫，即係佢係一個秘書嘅角色啫。總之入面傾乜嘢咧，我就唔知。咁當然啦，即係呢一啲係即係可能就已經牽涉到國安層級嘅秘密啦。咁所以就即係呢度亦都唔同大家講啦。咁最後一個即係我都認為係民間一個比較合理嘅批評就話，喂，其實即係共產黨成日話呢個和平台灣啊，即係呢個用核子武器啊，即係摧毀晒台灣所有嘢嘅情況之下，喂，點解今次嘅演習係冇呢個核威脅嘅問題咧？咁呢一個我都覺得都係民間相對上比較中肯提出嚟嘅一啲嘅批評嚟嘅。好，咁今日咧，我哋嘅分析就一個比較簡短嘅分析就到呢度先啦。咁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哋之後再見，拜拜。